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这个是承诺的特别版第2版。那第2版呢，我们现在分享到第4章。那第4章之前我们介绍过了，大概有介绍了4次左右吧。那第4章呢，主要讲的是仁波切在印度的经历。那仁波切在印度的时间呢，大概是从1987年到1992年，根据书中的记载。那时间并不长，但这一段时间却是仁波切生命中最快乐的、最愉快的一段时间。那因为他终于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寺院。那凡是，他从小都想要出家嘛。那这个地方呢，是宋仁波切他最敬爱的上师宋仁波切叫他前去的地方。虽然当时他抵达那里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启程之前，其实就已经借到宋仁波切圆寂的一个噩耗。但是仁波切当时考虑了一下，他终于还是决定，就是遵从他跟上师之间的约定，那前往印度。他中间虽然有，就是刚刚抵达的时候，虽然人生地不熟啊，虽然经济陷入困境啦，各种各样的东西，确实是曾经让仁波切有一度相当气馁，甚至想过要放弃。不过最终，因为他对于上师的一种怎么说呢，虔诚或者是尊重的一种心理，让他结果还是咬紧牙根，还是挨了过来。那陆陆续续呢，我们在印度这个篇章呢，我们有介绍到，除了介绍他住的地方非常简陋啦，生活很困苦啦，我们有介绍到他的上师，那也有介绍到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些就是有介绍到宋仁波切就是转世回来。那接下去呢，还有一个是比较关键的是，当时仁波切在印度的时期呢，他还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就是他听到了关于就是多杰雄登禁令这回事，那让他的整个就是让他陷入一种两难的情况，到底要跟从哪一个上司的指示。但是经过了3天的一直考量之后呢，他决定就是怎么说呢，就让自己把自己的修持就是不去宣扬自己的修持，把它低调化，那继续修持，那就不跟两方面的上司有冲突了。那接下来呢，在上一章我们提到的是仁波切跟他的亲生父母亲的联系。那仁波切终于呢，就期待了整20多年，他的身世终于大白了。那就是在他的母亲的安排底下，就是他母亲介绍的上师，就是说讲仁波切有一天就突然间给仁波切来了电报，就叫他到尼泊尔的拉章去。那时候呢，就是在新年期间嘛，藏历新年期间，仁波切匆匆忙忙就跟当时的看书野喜仁波切借了钱，就启程到尼泊尔去。那在藏历新年那一天呢，在说讲仁波切的介绍下，就是把他的身世就一五一十的就跟仁波切讲清楚了。那介绍完了之后呢，仁波切转身就看到他的亲生父亲就在他的身后。那这是个相当令人激动的时刻。那当时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羞愧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因为非常羞愧，他为了向自己的儿子做出补偿呢，他愿意就是作为儿子的一个赞助者或者是功德主。那仁波切从此生活就有了改善。那这样子的一种，当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呢，仁波切就相当激动，相当雀跃的去跟自己的亲生母亲蒂瓦宁波分享。但是蒂瓦宁波呢，怎么说呢？因为蒂瓦宁波一直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直接承认他跟仁波切的关系，也在信中也只是把自己称为是阿姨。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蒂瓦宁波一听到仁波切跟自己的亲生父亲有了联系呢，蒂瓦宁波立刻就表示不想再继续跟仁波切有任何来往了。所以
跟父亲的的联系呢，变成就是跟母亲变成一个断绝往来。所以仁波切的生活其实从来没有顺利过，尤其在亲情上，他从来不曾同时拥有过就是真正的有过自己的亲生母亲和亲生父亲。那这是上一期的介绍。那这一期呢，我们进入另一个内容。那同样在第4章呢，同样在印度发生的事情。那让我们先看一下接下去的这一页，久远的转世世袭。那大家看到在左边这一页呢，这一张图片呢，大家看了很多次了，其实也应该熟悉了这位人物。那这就是尊贵的堪树强巴耶喜仁波切。堪树强巴耶喜仁波切是仁波切在印度的怎么讲？他的主要的上师。一位菩萨在1990年回到了我们身边，那就是赞都古仁波切。他被正式认证为甘丹萨济寺第72任住持根顿月达的转世，其转世身份由尊贵的堪树强巴耶喜仁波切以及甘丹萨济寺的金甲护法多杰雄登护法通过神谕所认证。宣布这项特别消息的前些时候，堪树仁波切把仁波切叫进房中，给他看了一张年老圣人的照片，并问道：“你可认识这是谁吗？”仁波切回答说：“他不认识。”堪树仁波切又问了一次：“你肯定吗？”然后他告诉仁波切，照片中的圣人是仁波切的前世，名叫堪树图登兰三仁波切，是根顿月达的转世。根顿月达在堪树仁波切幼年加入甘丹萨济寺时担任住持。很巧的是，根顿月达后来的转世赞都古仁波切在20岁出头加入甘丹萨济寺时，堪树仁波切就正好是寺院的住持。不仅如此，根顿月达和堪树强巴耶喜仁波切都来自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区德钦县杨拉乡的泽木市。赞都古仁波切与堪树仁波切之间无疑有着深厚的宿世姻缘。1990年5月31日的坐床大典当天，就和往常一样，没有人到场和仁波切一起分享这殊胜的一刻。他总是这么孤独，由于紧张，加之不了解程序，他被自己的僧袍绊倒了，还在不恰当的时候摘下了僧帽。无论如何，这次坐床典礼还是永远的改变了他在寺院中的地位。对这位新认真的仁波切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而更加快乐的起点。那听完就是这一段，我念过这一段了，就知道这里开始讲到是仁波切的他的认证经过了。那就在1990年，一位菩萨，就是说一位菩萨回到我们身边，这里指的就是赞都古仁波切。那仁波切就是经过了整20多年，他终于被认证。当然其实之前是有宋仁波切曾经有暗示过，有说过他是一位活佛，他是一位仁波切。那宋仁波切的转世呢，也是那之前我们提过，他看到仁波切的时候，他就会说：“哦，你是受报仁波切。”虽然这些都不是正式的认证，但其实都已经表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那在1990年呢，他终于是被正式的认证了。他被认证的身份呢是甘丹萨济寺第72任住持根顿月达。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在很多就是好几个星期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承诺的序的时候，就是承诺的序主要讲的是仁波切的前世。我们有介绍了，就是仁波切最近的最靠近这一世的前几个转世，又包括根顿月达，就是甘丹萨济寺第72任住持根顿月达和看住兰山仁波切。看住图登兰山仁波切，对。那仁波切的直接前一任转世是看住图登兰山仁波切，再上一任呢是根顿月达，所以他被认证的这一个身份呢就是根顿月达这个身份。那这个转世呢，他的身份
那当然，我们每次讲到转世，并不只是由一个人来认证，通常都是由寺院里一些比较资深的地位更高的就是的僧人，还有护法的认证。所以仁波切这次的转世身份呢，他是由当时的寺院住持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以及甘丹萨济寺的当时的就是甘丹萨济寺的护法金甲义护法多杰雄登护法，就是透过神谕认证的。那在还没有正式认证之前，还没有向仁波切宣布这些消息的时候，就堪苏仁波切呢，就曾经有向仁波切问过一些问题。他曾经把仁波切叫进他房中，就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就问仁波切认不认识这个僧人。仁波切说他不认识。那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呢，就跟他介绍，就说这位僧人其实就是他的仁波切的直接前世，也就是堪住图登兰山仁波切。那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这位人物了。那这个堪住图登兰山仁波切呢，是根敦月达的转世，而根敦月达呢，他刚刚好就是很巧，他是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同一个母室出来的人，就是说当时他们还在中国，就是还在西藏的时候，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他加入甘丹萨济寺，根敦月达在堪苏。对不起，在这里重讲一次。根敦月达在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加入甘丹萨济寺的时候，他是甘丹萨济寺的住持。我们讲根敦月达，他是甘丹萨济寺第72任住持，所以当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加入甘丹萨济寺的时候，就是根敦月达在担任住持的时候。那而且呢，他们不只是这样子，他还是就是根敦月达跟堪苏强巴耶西仁波切呢，他同样来自同一个故乡，那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杨拉乡的泽木市。而泽木市呢，跟我们之前也介绍过，泽木市跟赞都古仁波切之间，它的也就是有很特别的关系，因为仁波切我们讲赞都古仁波切，它这个赞字其实也就是泽木的意思，在藏文里。那是仁波切的母室，之前的曾经离世的母室。那在90年，就是我们说的仁波切在90年被认证，是在90年的5月31日参加坐床大典。但是这样子的坐床本来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我们往往才会在网络上看到某某仁波切坐床大典其实到场的人可能有几千人、几万人的。那在仁波切坐床这一天呢，其实就跟他过去的每一个经历，从小到大的，即使得奖啊什么的经历一样，都是没有人到场的，他都是一个人，没有人跟他分享这样殊胜的一刻。而且他当时还由于，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从小就在寺院在寺院长大的，对寺院里面的一些礼仪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还是因为家长紧张不了解那个程序，他还开给自己的僧袍绊倒了，还在不适当的时候摘了僧帽，这样子的一些尴尬的情况，但是就是发生了。但是对仁波切来讲呢，不管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坐床典礼，这样子的一个认证，对他的生活其实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的。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更多责任，也是更好、更快乐的一个起点。那在这一页的上方呢，有仁波切的一段话。仁波切说：“我心里一方面存有这种想法，从来都没有人为我庆祝我的成就；另一方面却想，我要怀着利益他人的发心，做上这个法座，并专注思索自己之所以会成为仁波切的原因。”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仁波切他一般人其实可能就可能有点自怨自怜啊，自怨自哀啊，就觉得怎么做这么重大的事情，就竟然没有人跟我一起庆祝之类的。那仁波切在一方面当然他很清楚的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一方面呢，他却讲，我要好好的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我要以利会他人的心去坐上这个位置，而且一直怎么讲，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就是不要忘记自己原本为什么会成为仁波切的就是一个缘由。那接下去这一页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当时仁波切坐床的一个照片。那是年轻仁波切还是很瘦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分，再翻开下一页。那左边这一页呢，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模糊的一个黑白的一个认证书。这个是甘丹萨基斯金甲一护法透过秋阳镀金神谕正式认证仁波切转世身份的官方盖章认证书。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秋阳镀金神谕，它其实它这个神谕它是接受金甲一护法跟多杰雄登护法的降神。那他所住的地方就在宋拉章仁波切所住的地方的对面而已。它是一个很著名的神谕，所以当时就多杰雄登护法的金甲一护法降神就认证了仁波切。这一张右边这张图片呢，这是仁波切的，就是正式穿上全套僧袍的图片。正式坐床了以后，年轻的仁波切的生活开始逐渐的好转。他不但得到了资助，父亲又帮他盖了一座拉章，这大大改善了他原来窘迫的居住条件。有了这个头衔之后，他也能为寺院和附近村落的在家众做更多的事情了，包括募集资金、修建便利设施等。那我们之前说仁波切刚刚抵达印度的时候，生活是非常窘迫的。那所住的地方，我们给大家看过照片，他所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牛棚旁边，而且其实是那屋顶其实是漏雨的，那旁边也是遮盖不全的，所以常常会有蛇啊、鼠啊之类这些都到就是在屋内在爬行，这是非常危险，而且是一下雨就严重漏水。连煮食的地方都没有。那后来仁波切就是因为他的怎么说呢？这是他的第一任上司，他是洛萨达钦仁波切，叫他就是嘱咐他当时的早期的就是托法同修，就每个月寄一些钱给仁波切，改善他的生活。那仁波切一开始有一点钱，就是他立刻想到就是除了给自己添购最基本的一些设备之外呢，他其实他最在乎的其实就是能够怎么去帮别人，所以他常常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时立刻就一有钱就开始帮别人做一些事情。那他有食物的话，也是跟动物啦，跟其他人分享，是仁波切的个性。那后来就是父亲认回他之后呢，那父亲就是有每个月就是当时有给他一些钱。也答应每个月给他一些资助，这大大的改善仁波切的生活。而且呢，这父亲后来也勘察了，就是他在甘丹萨基斯的一个居住情况之后呢，又帮他盖了一座拉章，所以这仁波切在印度的生活整体的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仁波切当然立刻就第一个想到就是自己生活已经好转了，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怎么去帮别人过得更好。所以他所做的福利事业呢，其实立刻就大大的扩展了。除了为身边的僧众啊，甚至为在家众也开始在做一些筹募资金，帮他们修建一些便利设施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工作，他开始在做了。那这是仁波切到现在为止，他的个性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有能力，他都会尽量去帮助每一个人。那这个我们接下去呢，再看左边的这一页。那左边这里还有一张认证书跟印章，这个是尊贵的直贡仁波切正式认证赞都古仁波切转世身份的认证书和印章。那直贡仁波切是谁呢？这些我们会迟一点就是陆续给大家介绍。那再给大家一起念一念。予以确认一位喇嘛转世身份的过程至关重要，一般要寻求诸多高僧的认证，经过占卜或由护法通过神谕认证等过程。在被正式认证和坐床之前，赞都古仁波切的转世身份早已得到了多位高僧和权威的确定。在7个月大的时候，曾经有几位僧人来到仁波切亲生母亲家中，认证他是位转世活佛。好，
这先给大家，因为这样子念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但是这里就是说，先刚才讲的就是说，要认证每一位高僧转世，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并不是说随便指定是谁啊，就来认证的。那经过很多时候就通常那个就是那位高僧，他可能圆寂之前他已经给了一些提示。然后呢，接下去的就是同一个寺院的人呢，可能就根据这个提示，就会开始去找这个转世灵童。那通常找到了之后呢，他们还要经过很多各种征兆啦，还要经过很多高僧的认证啦，还要经过占卜啦，或者是由护法神透过神谕，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认证。所以仁波切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认证和坐床之前，他的身份其实在很早之前，我们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他已经好几次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迹象，显示他是一位转世活佛。那我们现在刚开始念的呢，一个一个念的就是当时从过去最初开始就是有哪一些情况是显示他的不凡身份的。那首先是在台湾的时候，这个是根据他母亲转述的。在7个月大的时候，曾经有几位僧人来到仁波切亲生母亲家中，认证他是一位转世活佛。接下去呢是年幼的喇嘛奥舍仁波切，第一眼见到仁波切便跟他互碰额头。在西藏传统中，当一位仁波切跟另一个人这么做，就意味着那一个人跟自己有相等的成就和觉悟。那这个喇嘛奥舍仁波切呢，是指的其实就是比如大家有跟进这些消息的话，喇嘛奥舍仁波切呢，他是喇嘛耶喜仁波切的这一任的转世。所以他当时他年轻很小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仁波切，他就跟仁波切是互碰额头的。那这个意义是相当深远的，因为一般上如果说一个高僧转世，他对普通人呢，他见面礼其实通常是人家献上卡达，他就把卡达披在人家身上，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对于同等地位的人，他们就互碰额头。所以喇嘛奥舍仁波切，他虽然当时非常年幼，但是他却能够一眼就认出仁波切不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是跟仁波切以互碰额头来作为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个一个做一个打招呼的。那仁波切的根本上师至尊迦杰颂仁波切曾经口头认证仁波切为仁波切。那接下去呢是尊贵的阿扬图现仁波切也曾经给予他口头认证。尊贵的阿扬图现仁波切是尊贵的自贡迦贡仁波切杰逊洛桑措金的儿子，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他有特别的，就怎么说呢，算是神通，就是就能够看清楚，就是对人的一些是有这预言的一个能力。那接下去呢，大成就者尊贵的冈坚仁波切首次在尼泊尔遇见仁波切后，就曾给予口头认证。2015年，尊贵的冈坚仁波切再透过书写的形式认证仁波切的转世身份。那冈坚仁波切怎么认证仁波切这个东西，我们接下去会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仔细的一个介绍。因为冈坚仁波切在仁波切的这一个整个弘法生涯，或者是他被认证的过程里，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仁波切出这一本就是这本承诺这本生平传记的出版，也跟冈坚仁波切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大成就者这个尊贵的冈坚仁波切呢，他第一次在尼泊尔在街头遇见仁波切，他其实就对仁波切就就跟仁波切是有一些特殊的那种互动，而且刚认识不久，他立刻就已经给仁波切一个特别的口头认证了。那就隔了好一些年，隔了几十年，到了2015年呢，他用书写的形式正式认证仁波切的转世地位。那接下去呢是上面护法金刚玉卓玛透过神谕认证仁波切是转世之身。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尊贵的直贡迦贡仁波切杰逊洛桑措金，在一见面就认证他的转世身份。这位尊贵的直贡迦贡仁波切杰逊洛桑措金，他本身也是以神通力著名的。他认证了仁波切转世身份呢，之后就立刻以个人的印章进行了认证，而且不止这样子，他也认证仁波切为摩诃萨。这表明仁波切的转世系谱追溯起来会比看书跟顿
越打奈斯还要早。那摩萨就是他就是仁波切有一些仁波切可能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新的刚刚被认证仁波切，可能只能追溯一世，但是如果被认证为摩诃萨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非凡的一个转世，他的转世呢就是他的证悟成就是相当高的，那表示他的转世身份其实并不只是跟敦月达那么简单，所以这个当时这一个直贡加贡仁波切一眼就看到仁波切的转世并不只是一世而已。仁波切的上司，当时担任甘丹萨济寺住持的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也认证仁波切为转世仁波切，并向甘丹萨济寺的佛教护法神请求正式的认证。那这是就是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我们这里就不多介绍了，这些介绍了很多。那遵照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的请求，甘丹萨济寺的金甲仪护法通过秋阳度尽神谕，对仁波切的转世仁波切身份进行了认证。这段历史已经被记录在册，并加盖了金甲仪护法的印章。此为寺院颁布的用于认证仁波切的主要文件。同样，仁波切的个人印章上也有金甲仪护法和寺院的名号字样。这个金甲仪护法认证仁波切他的认证书，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在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的提醒下，至尊第14世教仁波切为此事赐予一个特别的会晤，并对仁波切的转世身份给予最终的承认。教仁波切还确认了赞都格仁波切的转世身份，甚至比正式认证的3个转世还要久远。这跟尊贵的直贡仁波切所说的不谋而合。2015年，多杰雄登护法透过著名的第7任庞龙神谕，认证仁波切25个转世身份的转世系谱。这25个转世的身份可追溯至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所以这就是仁波切的他的历任，就是从过去就一直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人给予他的一个认证。那当然最通常最关键就是大家都就是每一位高僧都认证过后，他们还有一个最终的，就是由教仁波切来认证。所以当时的住持呢，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就特别申请，那向教仁波切提出申请，就进行一个会面。那教仁波切一眼看到仁波切的时候呢，他也确认了仁波切他的身份，并不只是书面所写的那么简单，就是不只是三个转世那么简单，其实还要更久远。所以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就是尊贵的直贡加贡仁波切所说的是一样的。那果然呢，到了隔了十多20年的，在2015年，隔了25年。在2015年呢，多杰雄登护法再透过著名的第7任庞龙神谕，正式的终于把仁波切的历代转世，就是25个转世身份就完整的列了出来，就证明了当时呢，直贡加贡仁波切所说的和教瓦仁波切所说的，他们所说的是真的，就表示仁波切并不只是一个，就他的转世身份不只是一两世那么简单。那好，我们今天好，暂时这个内容呢就还没有结束，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分享暂时到这里为止。接下去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仁波切的上师和他的转世。那在结束这个分享之前呢，我们同样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非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非增长。愿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喜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
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也普及遍十方。上一教法须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那好的，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